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1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满岛孔乙王生态农场有一只饲了36冬的台湾孔乙王小河，主人邱时和伫咧去年的7月31号结束营业，决定要将小河送予中国厦门的动物园来收养，但当中煞经过了未少的阻碍。经过立委黄伟哲协助，小河总算伫咧19号的上午顺利离开厝内，要前往新的所在来生活。吊车慢慢啊将这个长6米、宽米8、宽米2，特别定做的箱仔放入去水内，准备将满岛孔乙王的招牌名称小河送到厦门。有备证民众也特别专工来送伊改见面。看到小河这摆真正要离开，主人邱时和也唔感觉一直叫伊的名。小河，你要去大陆了哦，你要感恩哦，我们也很感恩你哦，跟我们相处了36年。来，这个小人。秋爸加油！秋爸加油！秋爸加油！谢谢。接下来没有不上的宴席了。然后那个独木舟的选手，这个国内独木舟很有名的，阿姨。小河，你要保重哦，你要保重哦。小河伫主人拄开始饲的时阵，只是一只重20公克、长30公分的小只孔鱼，现在已经变成1250公斤、长5米8的成年孔鱼。每工甲伊见面，30冬来培养感情的主人，一方面唔甘，一方面也予伊上大的祝福。我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当然要离开还是。好，加油了！谢谢。应该会常常去看他。主人原本有定伫去年8月，特别将小河送到中国厦门的中非市的动物园收养，但却因为法令的限制，予移送过程遭受未少困难。来伫立委黄伟哲的协助之下，才顺利出行。我们只是尽了一点小小的帮忙啦，因为原先就是我们农委会是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保育类动物？保育类动物是禁止输出输入的，好。那因为现在野保法跟动保法的规定，说野生动物是不能展示，所以这边就很难过，就必须要熄灯。那熄灯之后，这个鳄鱼要何去何从？所以，但是农委会又认为说这是保育类动物啊，他们以为是保育类，结果后来证明，因为我们翻了很多证据，邱董事长提供很多证据，证明说这不是保育类动物，所以就可以输出。那输出才打开了这个通路，打开通路之后，这个事实上它这么大的河口鳄嘛，哈，这么大河口鳄，事实上，在野生蛮多，可是在一般动物园不多见。所以说，就变成对岸那边的争相，很多地方都想要去邀请到小河。那邱董事长自己选择了一个比较近，离台湾比较近、探望比较方便的地方，也就是在厦门动物园。工作人员将小河装伫箱仔当中，再用大卡车装柜，再来运送到台中港，经过检疫等相关流程。20号特别坐船，预计21号回到厦门，重新展开新的生活。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表态要争取国民党台南市长提名黄秀松，展现出积极的态度。上午以正式记者会方式提出4大政见方向，针对着经济民生问题、教育方针、大台南建设以及推动台南社会福利为重点，希望有机会会当打造一个更好的台南。黄秀松为着要争取2018国民党提名，要来参选台南市长的机会，同时也向台南市民展现伊的诚意。上午正式提出4大政见的蓝图，分别针对经济、教育、
建设甲社会福利提出具体政策。第一个就是希望会在变经济，所以我们是将经济摆第一，希望能够设置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同时也创立我们的青年就业创业的一个基金，同时我们也会做非常多的两岸经济的一个活络的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的渔民跟农民能够更加的能够有产值。那第二个是我们会将教育摆在优先的位置，因为我们大家奋斗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一代，希望讲咱后一代的教育，那有什么问题，市政府跟你一起来照顾。第三个政见是有关于我们的建设起飞。20几年来，民进党执政，我们看到了是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个建设。我们希望说，在整个经济的一个部分起飞之后呢，我们的建设也都能够跟上，能够有大型的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巨蛋，让我们的台南的演艺场所、比赛场所能够更加的一个理想。那第4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福利首要，因为我们看到65岁以上的长辈，就只有我们台南还需要缴健保费。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育补助费也是在6都里面算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主张我们的65岁以上的长辈不用缴健保费，而且我们的第1胎、第2胎的生育补助提高到2万元，第3胎提高到5万元，那共同来让我们的民众的福祉能够更加的一个理想。黄秀松认为合并以后，大台南资源相当的丰富，应该会当有更好的发展。这个伊提出4大政见，就是希望有机会会当创造出大台南更好的未来。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佐针对台湾愈来愈严重的毒品问题提出新的想法。伊认为爱互家长关心并加了解小朋友的生活是毋是有奇怪的变化，所以伊主张爱送验毒试剂互家长，对家庭做把关，反毒毋是对校园，而是对家长关心囡仔开始做起。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佐发起这项反毒爱心站的活动，结合药师公会、台南市教师会以及台南家长联合会共同发起，要将安尼1份的验毒试剂免费发送给家长来领取。同时，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佐也要以医师的角度来分析并说明。家长要如何发觉小朋友行为怪怪的所在，以及厝内底准备验毒试剂的原因。咱过去的宣导反毒拢是伫校园啦，我们现在是走入社会、社区跟家庭吼。第一是过去这个反毒试剂的第一线是在校园，我们现在是第一线是在家长吼。第3就是讲吼，过去在这个毒品检验试剂是专业使用，咱这边已经变一般可以使用了吼。第4，过去的宣导拢是讲咱的毒品有哪分做哪几类，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宣导的是说，你吸上毒品之后，你行为改变的是哪几个面向哈？你家长比较能够了解，关心他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吸上这个毒品哈。所以，给咱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反毒政策的一个开始。甘顺佐关心台湾毒品的用心，也互一个家长来认同。也因此有家条企业家都愿意捐出1万支的验毒试剂，结合大台南药局，将成为反毒爱心站，互家长来免费索取。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多关心厝内面的小朋友，帮助因远离毒品的危害。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永康区是台南人口上介济行政区，原本的永康警分局已经28年的历史。建筑物老旧，市政府开了超过3亿，打造新的分局，预计明年4月中落成。代理市长李梦燕19号上午特别前往工地进行视察，希望永康新分局正式启用以后，对着大台南地区的治安会当有正面的帮助。为了改善永康分局警员的工作环境，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在议员以及市警局的争取之下，选伫永康东桥7路起一个全新的永康分局，预计明年4月中落成。警察局长黄忠仁表示，新落成的大楼不是要享受的，代表着要承担更加大的责任。今天这个永康大楼的新建，其实是台南市警察责任的开始。
我跟市长跟各位议做报告，继续监督我们。这个大楼不是要来享受的，是要来替人民服务的。这个大楼不只是治安的重心，而且是我们一个训练基地。带他们伫嘉义甲高雄，永康都要挖中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射击训练，我们一些经验的训练，我们需要一个适中的位置，实在是无法度。我就是为了包市长，我好想把警察局迁来永康哦，我甲伊对调好不好？代理市长李梦燕19号上午前往视察新建当中的营空分局，听取进度报告，也为辛苦的警察同仁加油打气。伊强调，目前营空的人口大约23万，而且每一栋楼的增加，又搁临近南科，治安的工作非常重要。服勤的时候，包括休息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舒适、一个合宜的这个空间哈。那我们也再次的希望这个咱警察局这边负责营善的同仁，这个进度，人讲进度是一时，品质才是永久，也就是说这个工程现在预定是明年4月来完成但是唔好为着赶工去牺牲品质，因为迄个进度有如期完成无？差不多2年后大家拢袂记来，但是一个工程的品质，10年后、20年后，拢要搁伫遐，大家都还看得到，而且还会有大自然会来考验我们的这个品质，所以一定要坚持不能为进度牺牲品质，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它能够如期如质的完成，但是品质要列为第一优先。营空分局新大楼除了格局宽阔明亮、充满气势1楼中庭以外，对于交通分队以及侦查队的工作空间，也拢做了非常适当的设计。明年4月完工以后，大桥派出所也将进驻。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运河游船18号下午正式起航，分做专单甲中国城航单2条航线。游客会当对船仔顶来欣赏烟花的景色，沿途会经过安逸桥、新兰桥等12座桥，必须要压低穿越其中的3座桥底。市长李梦燕等贵宾也坐上船仔来体验，并邀请游客来坐船仔感受台南新的生活。市府为105年开始推动水上游船观光，为安平渔林码头出发。沿途经过运河顶面的12座桥梁，但也因为其中3座安桥、新安桥、安港4号桥桥墩较低，一般的船无法度通行。一直到今年，由利益国际全新设计打造，会当通过桥墩管道的特殊美底船，并且每一天观察潮汐，看到把楼进行通过。若是行船的时阵，无着把楼偏悬，船仔顶船员拢必须压头弯腰，才当越过桥梁，也成为特别的体验。2艘船可以开航，所以2艘船是1400万。
所以然后它的船身是用玻璃纤维制造，所以是号称不沉之船，所以是非常注重安全，然后也注重效率的一艘船。那从过去我们本来是希望走 BOT 案，一直到现在走开放航权案，终于找到了合意的商家愿意来经营，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从这个方式可以重新启动运河。市府选伫18号举办正式启航，由市长李梦燕带领官员甲民代齐齐出席这2条航线的启动仪式，体验全段10公里的游程。我想，睽违将近30年以上，运河已经没有相关的游船，供游客来使用啊。那这一次我们经过克服相关的困难，那今天有2艘游船正式的开航，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那么也能够让运河更加的兴盛，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台南，而且是不只是日间，而且包括夜间也都能够体验台南运河的这个美好。那我们希望也能够间接的带动我们台南的观光更往上的这个发展还有提升。观光旅游局表示，明年度将完成古安平海关夜间监控区、金城里活动中心建物晚霞主题顶、荷花栏杆线信灯等等基础的环境灯光，将会增加航程视觉的乐趣。也因为全段航程需要配合潮汐，才会当通行，所以想要体验的游客，伫坐进前爱先向业者确定航行的时间。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着耍音乐做公益为目标的台南爱乐管弦乐团，这年来伫咧永乐园、偏远学校等等的所在巡回演出以后，这届特别改变形态，以音乐剧的方式要来呈现，其中佫融入了反霸凌、甲反性别歧视的观念，互小朋友有无共款的音乐体验。台南爱乐管弦乐团7年来每一年拢举行10外场的公益演出，不过这几年来一直想要转型，因此想到将音乐带入剧情，用音乐剧的方式呈现，并且佫将得到台南生活美学馆106年创意剧院实验计划奖励的剧本，制作成反校园霸凌、反性别歧视的儿童音乐剧，相当有意义。我们爱乐管弦乐团的孩子一个团体大概有听团长说50多年，一当拢表演几10场的会公益表演啦有时候所得都给那个弱势的团体，而且嘛到各地方把音乐传到每个学校比较偏向的地方我介跟踪的是咱的团长啦那他们用音乐用那爱乐管弦乐这个音乐的方式做出带着孩子从善、从心、从良很善良的表演让我们知道说社会到处是温暖的。其实这个剧情也是顺着我在偏远学校里面的讲座而来，从介绍乐器开始，但是我把它生活化、生动化，每一个乐器都在争奇斗艳，每一个乐器都在争着自己是老大。小提琴说他技巧最难，音最高，他最厉害，他最重要。大提琴说那我吨位最大，我也最重要啊。小喇叭也说我最大声，我最重要啊。每个人都很重要，你欺负我，我欺负你到最后他们发现他们要团结起来才能够解决难关，然后共同演出了很棒的音乐。其实我这个整个来讲也是影射学校里面不可以校园霸凌，不可以性别歧视，不可以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每一个人其实就像乐器一样，它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这出合作谁是老大的儿童公益音乐剧，12月28号暗时7点半，伫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演艺厅登场。台南爱乐管弦乐团希望大小朋友拢会当来感受无同款的电影方式甲音乐氛围。但是我们家山林根采访报道。帕金森氏症的镜头，伫咧初期有手会掣、动作慢等等的障碍。不过，伫咧早期容易控制，但是若无正确的诊断甲用药伫咧尾期，恐惊会出现目睭直直耳等等的症状。对此，安南病院18号上午正式成立病友会，提供帕金森氏症甲运动不能的民众完整的照顾治疗。
针对巴金森氏症的病患，安那病院提供专人照顾计划6大方向，包括正确诊断、正确用药、恶化监控，以及并发症预防加加强复健，甚至是运动不良治疗。目前自肉毒杆菌治疗相关镜头，每一档平均有180人次，经成功执行台南首例的深部脑刺激手术，来改善病人的运动障碍。巴金森氏症其实早期控制都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物达到症状不错啦。可是问题说，它这样常常不一定能够防止它的恶化。最怕的恶化，如果很快的时候，可能大概5、6年的时候，就会跑出一些这个运动不能。什么叫运动不能呢？简单讲，它就是一堆不自主运动的结合。那可能最常见的是口颚的运动不能。就是他的舌头会反复的往外抽动，那嘴巴会反复的闭合，当然不止这个，如果它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还包括两眼，会造成这个睑痉挛，或者说颈部会有斜颈症，或者是其他四肢的症状这样子，这就是运动不能，这是一直是巴金森除了走路以外最令人困扰的一个症状。为着让更较侪病人会当轻易认识巴金森氏症，并提早发现、接受正确的治疗，安那病院也伫上午正式成立巴金森氏症病人甲运动不良病友会，由神经科医师甲个案管理师提供专业资讯，甲病友互相交流，来做好更较侪巴金森氏症甲运动不良的病友。咱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住伫咧护理之家70岁男子，因为中风，佮加上肿瘤转移，无佮再接受抗癌的治疗，不过出院以后，身体依然同款的状况，嘛互家属唔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后来透过基美病院的安宁照护，得到真大的帮助。台湾健保目前提供的安宁照顾模式有分做3类，包括安宁病房、安宁共同照护、甲安宁居家照护。不过因为一寡条件限制，也即是规范，互需要安宁照顾的病人甲家属，根本就真歹接触到相关资讯，造成病人无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身心灵照顾。所以基美医学中心特别开设安宁缓和特别门诊，以进行评估甲判断。台湾的安宁模式其实跟国外不太一样，大部分的安宁提供服务都是从医院为出发，那常常都是必须病人他到了医院来住院，才有可能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长辈或者是说慢性的病人，他其实长期住在安养机构。那如果说机构的这些照护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能了解安宁的讯息，当然就没有办法主动提供给他们。那或者是说这些住民他们即使想要申请安宁照护，可能也没有管道，因为他没有住院。那奇美医院提供的就是以一个安宁缓和特别门诊作为一个窗口，让这些没有在本院住院过的病人，或者是机构长期的住民，他有一个管道可以来做收案、评估，还有转介的这个动作。医师指出，厝内照护环境甲能力无法度负担的病人，往往会选择住伫长照机构。因此，病院甲照护机构之间的沟通甲合作，就成为安宁照护落实到社区的重点。伊希望照护机构会当投入对住民提供安宁照护，并鼓励相关人员参与训练课程，为病患进行适当的转介，协助更较侪人有尊严行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但是，我们嘉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15度至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